后来继续来看台中龙井区农会到大肚山顶的艺术家上款来举办着西瓜节，而且甲在地表演团体来结合，搁来打造着农业元素的装置艺术，要带予大家一个节目同款的西瓜音乐的响应。 若到热天，龙井西瓜甜蜜滋味总是互人怀念。为了保存甲推广在地农业文化，龙井区农会当年拢会办西瓜节。今年甲英国无同，特别走去大肚山顶的艺术家上款来办。希望说我们农会的西瓜、小一西瓜的特产产业，然后跟着我们的艺术街的一个在地特性，跟商圈一起做结合。小桥西瓜是龙井区主要的经济作物。 因为品质优良，最近几年来拢是种袂富面。结合我们整个艺术街的一个特色商圈，那跟让我们龙井的一个东海商圈的一个居民，跟着我们那个西瓜的一个特色，帮它做融合。拜六伫艺术家西瓜节有西瓜装置艺术甲音乐响应，欢迎咱乡亲老营去享受西瓜的好滋味。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